讲道圣灵互生命无共款，请尊牧师。亲爱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是圣神降临节，是一个真要紧教会节期，伊提醒咱领受圣神对咱生命的改变。也未领受圣神的基督徒人生亲像苦海、孤单、冷静，毋知帮站对倒来。领受圣神的人生，生命无共款。所听遐的姊妹，愿上帝亲自将伊的圣神赏赐伫咱每一个人的心中。今仔日无论是伫旧约、新约，拢表明上帝主动的心意。上帝予将来伊所要使用的人，有上帝的圣神，为着将来的侍奉。耶稣对伊学生，伊讲：恁领受圣神吧。亲爱的姊妹，愿咱用基督的心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上帝祷告：主啊，求你对我分外开，互我领受圣神，充充足足。咱同心为着这个祝福来祈祷。至圣的神，请你降临。你伫创造的时，甲上帝同在。你是十字架顶，也甲主耶稣杀甲伫地。你伫伊的坟墓中，你也顶十字架主耶稣分外开，互伊成做国我的基督。亲爱的圣神，愿伫你的面前守这个祭祭，恳求主你运行伫阮的中间。今仔老有人心内孤单、冷静、空虚，恳求你的圣神进入因的内心，充充足足来充满伫阮。特别恳求你临到伫你的教会，无论是三营教会、德堂教会，每一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教会，愿你的圣神掌权，愿你的圣神充满。互阮所领受的，毋是即世间的神，乃是对天顶来上帝的灵。主求你帮助阮，今仔日的礼拜，毋是干那听道理。今仔日的礼拜真简单，就是因为圣神充满伫阮的内底，阮的生命全然无共款。至圣的神，请你降临伫阮的中间。愿咱的恳求基督我给他所的性命。阿门。伫圣神降临节是2000年来教会真捌一项代志，因为耶稣讲：你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所以耶稣的教会不但是尊耶稣最大，耶稣的教会嘛是通过祈祷，领受主耶稣所赏赐，迄个看袂到的快乐、荣耀甲权柄。所以耶稣讲：就踮伫我，伫踮伫耶稣基督的内底，耶稣有应允伊逐种属天的快乐，就是圣神的充满，就是上帝的听的充满，有平安，有喜乐，阁有圣神要将耶稣讲过的道理，阁一摆讲互咱听。圣神嘛要帮助咱有敬畏上帝的心。亲爱的姊妹，这毋是一个传统上的祭祀的仪式，是每一年都亲像咱开车的时阵，你若看到你的油表的指针，甲你讲要加油。每一个祭祀拢是咧甲咱讲，基督徒重新得力，重新得到开咱，是倒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简单，祈祷。一个基督徒若无常常伫基督的中间来亲近上帝，咱的人生是靠家己。愿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祝福伊家己的教会，无论是三营教会，无论是德堂教会，拢互咱对咱的厝边亲人讲：我的上帝甲我三甲伫地，我的圣神是真，阁我的上帝。我的圣神是四道行传的上帝，我的圣神嘛是我人生的上帝。而且，这个圣神要从我的囝儿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
咱要共同守圣餐，咱要共同做礼拜，咱嘛要每一个人拢同得圣神所带来福音的好处。愿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伊的圣神充满伫咱的中间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领受圣神是新约中间第二重要的福音。第一重要福音就是因为耶稣基督，咱得到拯救。第一重要福音就是人因为主耶稣基督，人有新的活命。第二个福音就是耶稣讲，你领受圣神。我若去，我若离开恁，倒去到伫天顶上帝的施恩宝座，我就要找见圣神，甲恁相合伫地。我若离开恁，圣神就来。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祝福放伫咱正教会的中间。耶稣讲，若无领受圣神的洗礼，人袂通顶头生。教会会当代表耶稣基督，主持圣餐，主持洗礼。但是最重要是洗礼主持，就是洗礼设立洗礼本身的主耶稣基督。教会会当代表上帝用水甲人行洗礼，但是教会无拄拄有权柄，互人领受圣神的充满。圣神的充满，拢是每一个较无上帝的人，伊对上帝讲：“亲爱的圣神，请你充满我。”所以无数的讲道会当真做邀请，但是无拄拄是你得到圣神充满的开始。无数的邀请是一个邀请，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兄弟姊妹，咱可以内心知影讲，我的生命内底若无有圣神，我就无良心，我就无上帝迄种的荣耀、圣洁的活命，甲我相合伫地。愿亲爱的天父上帝，伊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祈祷，通过人的脚步，伊对天搁一届降临伫地人，伊的国临到伫地人，亲像伫天人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常常化咱的心来祈祷讲：充满我，充满我，充满我。咱的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，咱的上帝要踮伫人的内心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是一个足要紧的讲起圣神的奥妙，保罗伊的见证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伊讲，上帝的圣神踮伫人的内面，人的心内就是一间礼拜堂。咱的心思意念，咱的情欲，这间礼拜堂内底，若是清气，上帝的圣神就要降临伫人的生命中。愿听见上帝的话，听见保罗的见证，所听的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祈祷的手来邀请圣神讲：亲爱的圣神，进入我的家庭，进入我的生命中，你掌管我的一生。然后这你若愿意，求就互咱，上帝就会断伫咱的内底。主耶稣讲：你若离开我，恁就袂当做什么。会当做，袂当做，英语叫做 can do、cannot， 会当做，袂当做。有能力的基督徒，是因为伊经验到上帝圣神伫伊的内面是活的，是真的，是一个活水江河，不断有新的热情，有上帝圣神所带来的开展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圣神甲你同在。今仔日我要甲咱对圣经来受两项祝福。第一，咱的上帝是一个主动祝福人的上帝。如果你若回想伫圣经，上帝创造亚当的时，伫圣经中间有两节的圣经真重要。创世纪第1章27节，上帝讲伊照伊的形象创造亚当。圣经创世纪第2章，上帝讲伊用土粉造人，然后将活气分入伫这个土所造的人，
然后这个人就称做有活命的灵魂。伊讲有灵的活命，中文是安尼翻译，但是原文真正意思就是，伊称做有活气、有活命的灵魂。有灵的活命，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并不是指上帝的圣性。犹太人了解这段圣经，伊并无真清楚讲，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，伊所分入的迄口气就是圣神。但是传统上对旧约甲新约，犹太人甲基督徒，拢安尼认定讲，上帝将伊的活气分入伫人的内底，迄口气就是圣神。今日咱读到约翰福音20章，搁我的主耶稣倒来到伊的学生的身边，伊甲因讲：愿恁平安。耶稣甲因讲：愿恁领受圣神。今仔日我相信，咱的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伊嘛甲咱讲：愿恁领受圣神。所以，亲爱的姊妹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什么意思？然后圣神踮伫咱的内面，咱就我多真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我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姊妹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若无你，我的人生真辛苦。我的古早人，我的时代人，甲我讲，人生亲像苦海。总是我相信，主你来临到，人生就是福杯满溢的人生。上帝是一个主动赏赐的上帝，对创造的开始，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搁活了后的开始，伊拢是主动将圣神赏赐给伊的教会，甲伊的门徒。无理由，伊无伫今仔日将伊的活气，搁一摆分入咱的圣殿内。创世纪第2章第7节安尼讲，上帝的神伫地上用尘埃土粉造人，将活气分入伊的鼻孔，伊就称做有灵的活命。这个灵并不是上帝的灵，迄个灵，这个灵较偏向伫人的灵魂。所以这个翻译，这个灵是代表英语翻作感动，英语嘛翻作人的魂。魂的意思就是人真侪有受感动、有情绪、有喜乐、有知觉、有自我意识，也毋是代表上帝的圣神临到伫人的中间。但是伫创世纪，上帝讲：人若属血气，我的圣神就无踮伫伊的内面。恁会记这句话无？这句话甲创造的这个故事放做伙。前后差无偌济，但是上帝讲，人若属血气，我的灵就无搁再踮伫伊内底。所以这句话嘛，甲咱讲，上帝要收回伊的圣神进程，上帝的圣神早就已经伫伊的创造亚当甲伊的子孙的内底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无用我收回你的圣神。主求你无用我收回你的圣神，无得因为我有意无意中间对你的亏欠，收回你圣神的怜悯甲帮助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领受圣神。创世纪第2章15节，伊甲咱讲：上帝拣选人最重要，上帝赏赐圣神的充满最重要。就是互人成做伊的管理者，所以圣经讲，上帝将亚当放伫埃甸农园，互伊整理看守。整理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是，互伊服侍，互伊照顾上帝的葡萄园，互伊照顾上帝的埃甸农园，互伊照顾上帝的产业，修整、打扫、清气。修整的目的是为着保持清气圣洁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创世纪的帮助，咱来看出埃及记第3章的时，31章的时，伊讲上帝是某人的囝，是某人的孙，
以色列这个人，伊伫伊的心上想述伊的圣神，目的是为着要互伊有智慧、聪明来做上帝的工。兄弟姊妹，圣神的充满最重要的目的，毋是干那要满足人内面迄种快乐的、幸福的激素。伫脑神经科医生讲，人的生命内底感觉幸福，是因为有一种荷尔蒙，伊的名叫做巴多胺。迄个荷尔蒙若产生伫伊的内底，伊就有一种幸福的感觉。圣神充满毋是一种的感动，圣神的充满是一种生命的本质，上帝的临到。伊最重要的目的，是要互人代替上帝。继续伊的创造甲伊的工作，亲爱兄弟姊妹，愿你用这种的看法、这种的认捌，为着你的囡仔祈祷，将你的囡仔亲像五底变两尾鱼，献予上帝。你甲上帝讲：主，我将我的囝儿交予你，愿主你甲伊换手，甲伊祝福，你使用伊，你享受圣神，互因有能力。成做上帝你所欢喜爱殿乐园的管理者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今仔日的诗会，带咱共读上帝这句话，出来记第31章第3节，伊讲上帝家己亲自讲，我要用上帝的神来充满伊，互伊有智慧、聪明、知识，会通做逐样的工。人若羡慕为主最好的工，人若羡慕伫人生中间会通有成就，人当然会羡慕智慧甲聪明。但是恁爱会记，咱教会常常读的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讲上帝的神啊，踮伫人的内面，人就有6种的灵：聪明的灵、智慧的灵、策略的灵、工作的能力的灵，佮有对知识的灵。第6种。就是会晓敬畏上帝。圣神若临到一个人，人就知影伊是甚物人，人就知影伊是甚物人，人嘛就有智慧、策略、能力，通做上帝所交代伊做的工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神降临节，一方面是指示悟性的祷告。悟性的祷告就是求天父上帝通过圣经，互我明白圣神充满的奥妙甲重要。第2项就是感性的祷告，感性的祷告就是甲上帝讲：道理毋免坐，主啊，互我得着。道理毋是用听的，道理就是活出来。伫我的内面，毋是牧师讲道互我感动，是因为上帝圣神感动我的时，我自然而然。对我的内在，我就知上帝你甲我三角地带。愿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甲你的囡仔同在，上帝也甲咱教会两间教会同在。互咱的教会虽然细间，但是无乱象。然后上帝圣神充满的教会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教会。然后圣神充满的教会，检查是细间，但是是有能力的教会。耶稣的学生只有12个，但是这12个改变人类的历史，打破罗马帝国的强权，成做上帝荣耀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明白，圣神充满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，是为着要互伊的囝儿，互伊的教会。有能力代表上帝，代表主耶稣来管理伊的产业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咱的交陪，祝福咱的联谊，祝福咱诚意共同的教会。诚意共同就是讲，咱虽然是两间独立的教会，但是咱有共一个主耶稣，咱有共一个教会，咱有共一个教会的体制。这个圣餐是合一的，那么邀请主耶稣伫今仔日通过圣餐，将伊的血灌压伫咱的内底。所以等一个咱领受圣餐的时阵，牧师会讲，我用这个
来纪念主耶稣。恁伫心内爱讲阿们。主耶稣，当我啉这个杯的时，你的活命的气力，通过这个杯，你的宝血进入我的内底。兄弟姊妹，愿你领受主耶稣所设立的新约，旧的代志拢正过去，人正做新的活命。主甲咱撒下地地。第二，领受圣神是一个回家返璞归真，因为圣神互人悔改，圣神互人认捌好歹，圣神互人知影对甲毋对，圣神互迄个浪子忽然顿悟，伊讲：我得罪天，我得罪了我的老爸，我为什么伫世间流浪？我的爸厝减无有真侪教验啊！圣神互迄个浪子愿意定心倒来到老爸身边。圣神对基督徒来讲上要紧，就是将迄个电线甲插头插做，甲插做伙。咱甲圣上帝连结做伙，圣神将咱结连伫上帝，迄个新的活命，上帝灵力就进入咱的中间。圣神带咱正做倒来，上帝所起初创造，伊所互咱，这叫做圣神的洗礼。圣神这互人看到家己的欠缺，互人看到家己的愚蠢，互人看到家己的虚假，互人有谦卑的态度。若无圣神帮助，真少人愿意承认家己是毋对的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兄弟姊妹一摆搁一摆，通过圣礼典，咱毋是洗礼，咱是不断的充满洗礼一摆，但是圣餐是持续常常的。每一摆领受圣餐的时阵，咱捧起主耶稣的杯，咱领受主耶稣的活命伫咱的中间。因为其实顶礼拜牧师甲恁解说老母的年水，迄个葡萄汁无成迄个意思吗？恁等一个对了，恁会当看到牧师有将迄个圣经的经文的文字稿放伫咱的手报。伊讲无成迄个字，伊的原文叫做đảm，đảm的意思就是老母的年水，老母的血，老母的血若是充足，囡仔所结的果子，囡仔就正样，就甘甜，就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圣神来领受新的活命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讲，人若无通过水的洗礼，甲圣神的洗礼，人就袂通进入上帝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今仔日的礼拜真侪，你会祈祷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伸出咱的双手，咱甲主讲：主啊，求你充满我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你知影这个祈祷的重要。当你开嘴甲圣神讲，愿你充满我，亲爱的姊妹，圣神要听咱祈祷。代表是一个真有祈祷的人。伊讲：主啊，求你甲我做清气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咱若看伊安尼祈祷讲：主啊，求你充满我的心。咱无念真侪圣神充满的果子，咱无念真侪圣神充满的奥妙的财物。但是圣神若来，一切都明白，一切都明白。连咱所无求的，伊嘛拢赏赐互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领受圣神，因为领受圣神，咱就有份伫上帝的本质。领受圣神，咱就有份伫上帝的性情。新约的圣经保罗讲，上帝有份伫上帝的性情。这个性情的这个字原文的圣经是本质，英语叫做 by nature， 意思伊出世伫什么人的身上，伊的生命中间就带有什么种的 DNA， 什么种的基因。但是耶稣基督用伊的宝血所生的宝贝囝，自然之人，咱就是主耶稣基督伊的荣耀的本质。主甲咱三个地地，互血气离开，
和圣神充满。迄气当然袂离开，因为上帝所起初创造伊分的迄口活开，伊内底包含有迄气。但是迄气若用正确的态度来活，迄气要成做祝福；迄气若用错误的方法来活，迄个迄气要成做致命的吸引力。所以上帝所想事万物拢是好，伊互人内面有情欲，伊互人内面有欲望，伊互人内面有魂，伊互人内面有情绪。所以这就是咱古早人咧讲的七情六欲。七情六欲毋是讲七种六种，毋是。七情六欲的意思就是真多元的，无共款的欲望甲情绪。天父上帝伊要用伊的圣神开咱的目睭，互咱好好来使用咱内面的咱的情欲，好好使用上帝所赏赐咱的金钱，好好使用上帝所予咱的社会地位。咱袂乌白用，嘛袂错误的使用，误用了人自由的意志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每一个兄弟姊妹无空空离开上帝的礼拜堂。特别咱中间有人对耶稣也无很认识的人，愿你的生命当中受祝福，因为耶稣要互人的生命中间，因为他的圣灵的充满，伊的人生不孤单，伊的人生有能力、有智慧。愿咱纯粹双手祈祷的时，上帝就将伊家己放伫你的心上。愿咱有份伫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腾出你内心的心思意念，你需要有一个空间，愿意和上帝掌管。你若有这个愿意的心，你的生命中间有主要为你做主，有上帝的圣神要成做你的带领者。愿咱伫今仔这个礼拜，咱来领受一个无同款的生命。我要甲咱分享耶稣伫伊要离开世间最后的黑暗，所记载伫约翰福音第13章10到17章。这段经文对德堂教会并不陌生，因为咱对新春礼拜开始，咱就常常回顾这个约翰福音13章到17章。迄段圣经是耶稣最后一摆的讲道，迄段圣经是耶稣伫最后的晚餐所讲，约翰所记载真完整伫迄暗耶稣所讲的道理。伫迄个中间，耶稣讲：恁若踮伫我的内底，恁就会有6种的祝福。拄则牧师伫起头嘛有简单，搁一摆做复习。所听的姊妹，愿恁领受耶稣伫最后要离开世间的时，伊讲：我所赏赐你的，就是我离开，上帝的圣神就要踮伫你的内底。恁若踮伫我的内底，圣神就要通过我的名，充满伫你的心思意念。所以耶稣讲有6种的祝福，第一项真要紧，生命的开拓。你若离开我，你就袂当做新。生命的开拓，过来耶稣要讲有平安、有喜乐，安尼就3种。耶稣佫讲，我要赏赐恁有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的圣神就要踮伫恁的内底，将我所讲过的道，将我所讲过的话讲互恁听。敢有可能？兄弟，若无可能，就无今仔日个约翰福音书。约翰福音书是使徒约翰伊伫最后的晚餐中间所听到迄段话，50年后，伊还佫记伫心头。靠人记忆力也好，听一摆讲道就会当背规篇上帝牧师的讲道篇，无人遮尔有好的专心注意的力量甲记忆。除了圣神的帮助，约翰50年后竟然有法度真完整将耶稣所讲所有的话，佮重新写出来。所听的姊妹，愿主耶稣基督佮我的灵，今仔日甲你相合伫地。圣神要开咱的目睭，圣神要对你讲话，比牧师讲的话，佮较合理的情景。
迄是量身定做上帝圣心伫你人生中间的光。所以代表讲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原来伫这段话中间，咱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主耶稣，你应允讲，你伫天父上帝是阮宝座，你要为阮祈祷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圣神。这个圣神要互阮明白真理，这个圣神要互阮得到自由。圣神伫什么所在，人就得到逃亡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愿你通过圣神的能力，互我的生命充满盼望。愿主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帮助咱，因为圣神所带来6种的改变。记载伫以赛亚11章第2节，伊讲上帝圣神若临到伫咱的身上，咱就要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策略、谋略、有能力。咱要有知识，咱也要有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一个基督徒上重要的生命的智慧，就是知影看袂到的上帝伫遐。咱虽然看不到上帝，但是咱知，咱的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耶稣离开世间真正迄个阴暗，伊所讲的话，约翰甲咱分享。伊讲我的主耶稣所讲的，我要用圣神，互恁知影，通敬畏上帝。我要互你明白真理的话，我要互你的心内有天父上帝的听，甲我的听。耶稣所讲的第6项，就是伊要用伊的听来激励基督徒，互基督徒自然之然有能力去听人，毋是咱真有高超的品格，有高超的信仰的情操。咱讲咱要真做一个牺牲奉献的人，毋是，是因为主耶稣用伊的听感动了咱，咱知影讲，我愿意白白甲人分享主耶稣基督的听。所以圣神会互人有智慧，圣神嘛会通互人有能力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愿这几句话会当放伫你的心内。伫今年的圣诞毋圣诞节，圣神降临节，你甲主祷讲，求圣神帮助我当大人，求圣神帮助我当大人。当大人的意思就是无搁再做小人的囡仔，有情绪化，有软弱，有自卑感，有无好的自我的图像。愿上帝圣神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上帝圣神充满最重要，就是互咱甲上帝和好。亲像龙主，伊对伊甲爸爸身边的时，伊甲爸爸所讲的第一句话，伊讲：爸爸，我得罪了你，我嘛得罪了天顶的上帝。老爸就接纳伊。所听的姊妹，圣神的充满，就是互咱重新做人。圣神充满最重要，就是互人看见家己伫情境中间的糊涂、空虚，互人知影咱要怎样甲上帝和好。独到只有圣神的帮助的人，才会通体贴上帝的事。咱做基督徒久，咱无拄是一个有体贴的人。我毋知恁同意这句话无？咱伫教会足久，咱无一定会当体贴到一间教会的轻重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问恁一句话：恁感觉顶顿后还欠了什么？伫咱的教会的重建，伫咱的教会的重生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咱的教会要欠缺什么？咱若体贴这个教会的需要，咱就会看到这个教会的欠缺。你敢有同意？愿圣神帮助咱伫上帝面前，咱常常体贴上帝的事。彼得甲耶稣讲：主啊，毋通！耶稣甲伊讲，伊要顶十字架死搁活。耶稣甲伊讲，耶稣回答讲：主啊，千千毋通！耶稣甲伊讲：撒旦提去，因为你只有体贴人的事，无体贴上帝的事。
愿圣经帮助咱真做一个认捌上帝，心中常常有上帝，上帝的道路关过咱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关过咱的意念。伫这间教会，我常常咧看这间教会欠缺。伫我传统上的印象，我感觉教会应该有一个长老，但是咱的教会从来毋捌有长老。所以上帝互咱有一个礼物，人散下一情。咱嘛伫咱的教会复堂的建设的时阵，将迄个钟吊起来。伫我的心中感觉讲，这建设应该完整啊。但是拄则就是咧讲经的是，我咧想讲还缺什么？这就是这个今仔日我甲恁分享的迄个感动的来源。若完成啊，我会使离开。那完成我当交棒，但是兄弟姊妹，咱的教会还缺什么？我的答案是彼此相爱。你同意吗？耶稣讲：“你若彼此相听，人就知你是我的学生。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搁较水的礼拜堂，若无有相听的气氛，迄间教会。也毋是一个完全的教会。愿圣神将天父上帝迄个完全无保留，主耶稣伫十字架顶悬的听，伫今仔日充满伫咱的中间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守护活命，设立教会，三位一体的上帝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，求你伫阮中间来掌权，愿你的荣耀充满伫阮的中间，也愿你的本性、你的权能甲荣光，甲阮众人撒下伫地，互阮亲像你，人看到阮就知你的荣耀。愿将你的教会交行你的手中，将今仔日的交易、亲睦的礼拜，仰望你。主耶稣，你来到阮中间来主持这个圣餐，互两间无同款的教会做伙坐道，做伙亲近你，领受共一个杯，领受共一个体，领受共一个主耶稣你所想事无保留的听，主帮助阮，愿伫你的面前当心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